Hello， 歡迎收看不會寫的閩南語漢字，我是小張。在國語裡面講撿到錢，在閩南語裡面就要說撿到錢。這字撿正字到底安怎寫？這集看完你就知。小張保持一貫的作風，直接講結論。撿就要寫這個字。我們來看中古運輸怎麼記錄。咱若是用標準音來做測音，這個字就會使讀作急，第八條的急。小張，除了用標準音來測音以外，還有別種的測音法無？有喏，咱若是用方言的音來做測音，這字後測就要讀作歇，第八條的歇。若是測完音了後，這字本字就要讀作叫，第八條的叫。這個音嘛是不對啊，免緊張嘛，小張會講給你聽嘛。各位攏知，這個入聲字在中古時期有入聲弱化的現象，參像這字後測。在中原音韻內底有記錄入聲做氣聲，這個後測的聲調改變了後，本來是第八條的叫，即馬就要讀作第三條的叫，甲爸共一個聲調。小張，就算講讀作第三條的叫，這個音也是不對啊！你是不是變無猛啊？免緊張嘛，小張來講給你聽嘛。咱來看小張這張聲母互換的表，小張以前捌講過，寫佇同一排的聲母，攏有機會可以互換。咱來看第一排，哥甲科就寫佇同一排。經過這兩個聲母互換了後，這字叫就會使讀作撿，第三條的撿。這字撿，第三條的撿，安怎用法？不管是撿到錢，還是撿到錢，攏用這字撿。第三條的撿，就要轉第二條。第二條對應的，就是好的聲調。好到錢，就是撿到錢，聲調就是安尼來的。其實這個字是這位時代甲小張教的，名叫做 Frank Chan。各位若是有在看風傳媒，就會看到伊的筆名叫做單純，存在的存。感謝 Frank 甲小張教這個字。今日我就講到這，感謝你的收看，歡迎批評甲指教，謝謝，拜拜。